葡萄啦，善用葡萄啦。你看葡萄，新疆人的午餐食品，外出啊要带葡萄干啊。新疆人的外出午餐食品就是葡萄干啦，快速补充能量，它帮助脑部血液循环，补血啦。想要生育的哈，也是要用葡萄干，增强脑力体力。对女性朋友也很有帮助。你看，葡萄干不容易发霉，也容易携带，用个小塑胶袋装着，随身携带，很方便呢。外出的午餐的食品，不能一次吃太多呀。当然很甜啊，那种单糖容易吸收了。有的要注意是空腹吃还是饭后才吃，免得伤肠胃。